台湾经过400年的发展，是愈来愈进步。不过，嘛有袂少传统的工艺，随着时代演变，慢慢啊衰微，甚至消失去。老一辈认为上珍贵、四季加起来拢上舒适的塔马丝被，就是其中之一。牛仔丝的睡衣，我感觉是动纤嘛吼，纤维动纤，伊的多孔性，伊空真济，真透气，个足贴身吼，对人安穿起来袂皮肤过敏，想要过敏的人来穿上好。大家拢知影，塔马丝是为塔马蛹抽出来的，不过真少人会知影。爱为比毛仔较细粒的卵开始照顾塔马，照顾甲会当吐丝健健，才会当抽出珍贵的塔马丝。就即马咱养蚕宝宝吼，手棒一定要消毒嘛吼，咱去挂蚕中去挂桑叶时阵，咱隔壁袂使喷农药，喷迄农药吼。伊蚕宝宝食会唔好。到底是要安怎为塔马蛹内底来抽塔马丝呢？伫咧照顾塔马的过程当中，又搁爱经历什么款的辛苦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也真侪观众朋友细汉的时阵，伫咧学校的自然课一定捌饲过蚕宝宝这款动物对无？其实我因过细汉的时阵嘛捌饲过，只是讲吼我一直拢饲无成功。也讲到这个是蚕啊，或者是牛啊呢，这其实伫咱台湾是一个真传统的产业哦。不过今仔日咧，唔是要教咱的观众朋友要安怎饲这蚕宝宝，就是想要来介绍着咱台湾的这个牛啊一个产业。今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现场，甲咱开讲。头一位呢，伊本身有一个饲牛啊，而且呢，也有经营一个牛仔农场。咱欢迎咱的涂转明涂老师，老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涂转明。第二位要邀请的就是咱的文书工作者，咱的杨进平杨老师，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杨进平。请教杨老师吼，就是讲吼，这个饲牛啊吼，伊是当时就是引进到台湾，落尾再发就是产生了后，变讲一个贵的产业伫台湾发展啦。其实饲牛啊，伫咱台湾其实非常的早，其实差不多伫17世纪，郑成功来到台湾的时候，伊就把这个饲牛啊这个技术引进来台湾。可是引进了并无成功，并无发展起来。等个差不多1890年，就是光绪12年，向咱台湾建省的时阵，有一个第一任的迄个巡抚或者刘铭传，刘铭传嘛想要发展这个饲牛的这个事业，所以伊就伫大稻埕成立一个叫做蚕商局。甲地方的人士、甲邦桥林家、甲李春生因合作，可是嘛无成功，所以其实饲牛啊一直发展无好势，伫台湾。咱台湾最主要迄个丝绸的迄个原料吼，大部分拢伫中国的浙江还是江苏进口来。等个台湾牛仔的发展，其实是1895年日本时代开始。日本有来台湾做过调查，伊感觉台湾适合饲牛仔，过来伊一直想要发展这个饲牛仔的事业，所以伊就真积极开始来进行饲牛仔的工作，所以台湾的饲牛仔就进行一波的迄个高峰起来。其实日本到尾手当然，这个国民政府来了后，其饲牛仔事业佫找落一段时间。可是咱到民国62年的时阵，政府为了要发展这个农村，所以伊就成立一寡迄个饲牛仔专业区。所以饲牛仔佫有一波的发展。这第二波的发展，可是到民国70年了后，其实咱的饲牛拄头前有讲，其实就是最主要单一饲牛伫日本嘛，日本无爱甲咱买。所以这饲牛仔渐渐就一直衰微落，到即摆强要这产业强要伫台湾消失，大概是安尼。
拄则有讲到迄个饲牛啊，有设一个专业的这个生产区啊。这个生产区其实咱伫这种大卡当中会当看到，比如讲，亲像苗栗啦、南投、嘉义、台南、屏东、花莲、台东，拢总有这几落个吼。啊，这个几个所在啊，因为其实你看，比如讲苗栗伊较挖北边啊，包含就是讲屏东其实是较挖。就是南边啊，其实两个温度其实是差真多。为什么也设伫这几个所在啊？日本来做过调查了，也发现台湾第一，伊的气候真适合饲牛啊。伊伫日本吼，伊像有一年哦，敢若使饲两遍的牛啊尔。伫咱台湾挑6遍到7遍，甚至佫有7遍以上。因为咱的气候适合，所以伊的集中，其实你会使发现，伊集中伫咱台湾的中南部。气候较烧热的所在，牛仔树会生团，就讲生长较紧，牛仔生长嘛较紧，吼，这是重要的原因。佮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咱台湾适合饲牛仔，就是讲咱台湾是个海岛，伊有迄个隔绝性，所以伊外口的迄个传染病袂传入来。所以吼，其实最适合的，所以因为是安尼，所以咱其实。伊会选择咱台湾作为这个牛仔的发展的重要的基地，甲日本合作，其实就是安尼。哦，原来是安尼。啊，讲到这个饲牛啊，要来请教到咱的土头家啊，就是头家啊，就是讲这饲这牛啊，拄则有讲到吼，我细汉时阵饲蚕宝宝啦，啊，我拢饲袂到讲吼，互伊就是讲，就是结迄个蛹。吼，就是讲啊，到个一个，就是变讲一个迄个牛仔壳，就是家己包起来，拢无法度吼，就无法度变做一只就是鸭安尼出来。究竟这饲牛啊，有啥物款的美感无？饲牛啊，当然是上重要，你嘛是爱有遐温度。温度。温度。你几年，你就爱啥物温度？几年到5年拢无共款的温度啊。哦。啊个。你的霜啊药，嘛是上重要。你若像种着啊，有人种款的水果的，也一定袂使。为什么？你要抓药啊。抓药啊！你啊风吹来，你就只霜啊药，你要打着遐的时阵袂使。要主要牛啊，你要饲到健康，这药啊上重要。你要食到内底嘛。你有成长嘛，吼对无？你爱分哦，像阮一般来讲，拄啊出世的，鸭牛嘛，吼，遗产啦，吼，这个这阮拢无要办，阮一定要办这两批呢。为什么啊？对，这搁较油。搁较油哦，较油，伊啊细只啊，喙齿嘛夹袂啊，对无？你就爱较油的互伊食。啊个像阮专门饲的时阵，一工爱饲3顿，一工饲3顿。对，含咱共款，咱人共款安尼吼。所以你爱这，你啊拄出世的时阵，你才一定爱切，你袂使规皮了困咧哦。从来伊中的伊夹袂破，你药啊滚落的时阵，你啊拢死了伫内底。翕死的啦。对，翕死啊哈。所以说，这1年、2年、3年、4年、5年，咁只比伊较长5年哈。啊个你要注意头拄讲的温度，你若像拄啊出世的，你差不多27度到27度，每一年就要降1度，所以像5年到大只的时阵，伊就差不多也22到23度，安尼上好的温度。所以恁爱家己吹冷气的，对。对，即马敢有，较早拢没。较早拢没。较早有电风炉上阵啊。电风炉上阵啊。对。啊，若细只伤寒，敢爱家己加棉被。嘛无。但是各位，你饲鸟就爱注意，伊个天敌。也天敌，对，像高牙啦。高牙。蜘蛛啊。蜘蛛。还有蛤蜊。蛤蜊。呢就足济吼。较早的鸟仔是无受讲即马做甲好。现在鸟嘛飞落去。
对吧？对。哦，哦，安尼，我想要过来请教到杨老师啊，就是讲吼，这个牛啊，这牛啊丝啊，为什么咱会家认为讲这是一个足高级的物件？其实牛仔伊的珍贵，就是讲，其实咱拢讲这个牛仔丝的这纤维吼，伊就是其实就是迄个纤维的乳黄啦吼，啊，伊迄个丝绸吼，就是迄个布料的迄个珍珠嘛，当然就是伊甲伊互真悬的地位嘛吼。啊，咱俗语嘛有咧讲嘛，就是讲若要食，就是爱食山珍海味嘛，啊，若要穿，就爱穿绫罗芳丝嘛。就是爱这吼，啊是讲，哇！你若伫外口赚到钱的时阵，你就爱衣锦还乡啊，你爱穿丝绸的嘛。啊，你就知影讲，其实以前甲即摆拢对即个丝绸拢有互真悬的迄个评价，啊伊嘛讲真高贵。啊，为什么伊会高贵？其实咱拄仔头前嘛小可讲者，其实最主要伊就是亲肤性，对皮肤做友善的吼。佮另外伊就透气。另外，其实最重要，伊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伊有一个特殊的光泽。啊，伊迄个光泽，互人感觉甲所有的迄个布匹拢无共款。较高级。最高级的感觉。啊，所以因为伊有这个真济这个好处，啊，所以当然伊伫即个布料顶头一直拢是真悬。其实嘛是不但是，就讲伫咱台湾真重视，包括西洋，迄丝路就是安尼来的嘛。西洋嘛是重视。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这牛仔当然是咱其实来一直自古到今拢是咱最重要的一个产业。拄则讲到迄个食山珍海味，若是咧身躯要穿，就是爱迄个绫罗芳丝嘛。也安尼请教头家就是讲，咱讲的迄个蚕丝被哦，牛仔皮，啊，这个皮吼要教的时阵，我因为细汉的时阵其实嘛捌教过，只是讲吼就是对于中国。买来吼，因为阮爸爸英国是大商吼，啊，你想要请教头家啊，就是讲，这一领皮啊，就是讲，比如讲双人加大的，爱几只牛仔落去，这只的，就是兔只的死鸟都做这米皮啊。但是这牛仔嘛是爱看品种，啊，品种哦，吼，要查足水，有的壳啊较大颗，有的较大颗，你知无？所以说伊个长。土啊，就像阮的即摆种吼，都改良着要买啊，买两种日本两行两个名，啊，银国银富，啊，他是那个严总，啊，那个中国的，他都华农华丰，啊，按四个品种去甲伊混合，啊，日本种的查甫啊娶，啊，中国种的。查某的，哦，安尼的时阵，伊的数量较长。哦，你迄丝吐出来较济了，就较长了，对啊。牛仔嘛较大只，较大只。对，啊，对啊。因为安尼像迄个一领面皮，爱几只牛仔来斗相共。你若是讲，阮大约有算过，3公斤呢。3公斤。你爱饲个足健康哦，啊无健康吼，你较济拢无效，啊对。你差不多爱15000只，15000只，对，那牛仔大天啦，长的啊，你甲兔一款的数量，15000只，对，所以说无车好胜哦，真正，因为安尼我顺便搁请教一个头家吼，就是讲当然啦是包含就是我啊个观众朋友上爱要义就是讲吼，咱买物件买着好还是歹，啊，一个好的迄个牛仔皮吼，这些牛仔丝好啊歹吼，要安怎判断？这吼，上重要，你即摆阮拢做白的啦，阮拢无做壳啊，吼，无做壳啊，但是同款的迄款的平面，你若想加工足重要，加工最重要。对，你若想唔知影的时阵，你煮同款煮变不少钟。加料嘛是那个苏打粉，还有南桥水晶味道。你哈油了拢切，对吧？啊，但是阮迄款的平面剪比较安尼，哦，即只拢袂长啊，拢袂长啊，叫袂长啊，叫袂长啊，哦，假我叫看卖，对，啊，真正的呢，真叫袂长呢，对，阮迄阵煮4个月，逐工煮2公斤，煮袂出来，哦，所以说
这种共款的物件，加工最重要，对不？哦，所以讲你讲好歹，阮饲的共款安尼，你哦，你袂晓加工的加工出来，哦，你就无法论。我嘛母到4个月，哦，所以阮迄阵就是阮接触牛产业，就60几年嘛，到81年。日本刚刚头拄啊老师有讲嘛，日本甲人买个走去啊，无要甲人买，咱会小可起价，比如话，哦，后来是安那，阮爱研究甲留落来。后来老师讲，这物件是真正对人身体足好足好，尤其安那呢，你下手的啦，价价拢袂，真的哦，真的，他就是没成本。陈满就不喜欢这个，真的哦，对，那么珍贵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万一整万就废掉，万就交赶快，我真正要考啊，对，哦，咱的用方面讲，一定袂使无了历史文化，多少钱年啊，对不？一定爱留哦，所以阮在哦较辛苦，我嘛是爱留，对吧？对。讲到这个牛仔丝吼，其实这内面有真济学问。咱拢知影讲吼，食要食山珍海味，要穿就爱穿莲藕芳丝。这个牛仔丝呢，当然是高级品。不过这其中有真济美角角，咱小休困一下，听继续来讲。我手抱的这不是枕头，这是牛仔丝。这摸起来做成片迄个棉仔糖，搁较绵吼。其实呢，讲到这个牛仔丝，万底深坑要来请教到咱头家哈，就是讲饲这牛仔吼，你讲做一领皮啊棉皮爱15000只啊，当然啊，恁上济时阵你饲偌济只？20几万到30万。哦，就是算30万只啊。这30万只就是讲你的迄个牛仔大军吼，敢会等着讲啊，比如讲我今仔无欢喜。无爽，我不爱甲你食牛仔腰，敢会等着这款的问题啊？伊若种无要食，除了困，哦，伊爱困嘛，困爱脱皮嘛，你讲我就讲给机会嘛，无的时阵你腰啊有问题，哦，腰啊有问题，对，苗阮牛仔是呀，边啊有种水果，种地，你啊抓腰啊，假使讲啥物风拄啊吹来。规间无要食，我就惊死啊！我是安那，哦，我刚继续救啊，土地公，我他是上邪啊，是安那，都唔捌拄着了。后来一看，哦，面顶要抓有法的油啊，哦，后来好佳哉，无死，他是被熏晕了，对，昏死啊，对。哦，所以讲，阮后来，阮就人要做啥做，阮就讲，你一定要注意这款的，无的时阵，迄阵华联台东有一个就安尼，伊的孙仔药在中间，边啊拢种着啊，条叶牛嘛种到，对吧？对，就是因为农药的关系。对啊，污染啊，你若像有工厂嘛袂使啊。因为规工伫遐排，对吧？对，也嘛袂使。所以其实牛仔伊所食的这个牛仔腰吼，所以讲伊迄个牛仔腰的来源一定爱足清晰，真正。对，咱袂中毒，伊就中毒。对啦，伊中毒是会安那呢啦，你要知食药啊，药一定要食。伊中毒的时阵，要头壳直海，个海。个第二遍，他就吐，他越食落去，后袂消化，拢吐出来。第三个动作就翻滚，含人巴肚疼到，你嘛直翻啦。过来第4点，你头壳就歪一边。就翘起啊！除了讲，就是讲这牛仔腰啊，伊食这来源爱前去以外吼，就是讲咱饲真济这动物啦，不管是饲什么鸡啊吼，伊拢有一款传染病。这牛仔敢会惊讲什么传染病？你捌等过着这款情形？哦，足惊！伊吼，你若像药啊无清气，伊嘛破病。
过来你若种环境无呀，哦，唔好受热晒吼，伊种，啊个有菌嘛吼，有菌吼，所以咩样主持人你饲鸡啊，哦，你来到阮娘啊是，就惨啊，惨嘛，对啊，伊上惊呀鸡啊的菌，哦，你知无？遐菌吼。就是其实遐就是垃圾的细菌去感染到因了，对对，所以阮饲的时阵，阮你会使伫外口看，阮袂使互你入去。哦，啊，鸟仔是啊，蚕丝也袂使。啊，你若拄到过10万，阮就了去啊。对不？啊，会伊会啥物病你知？啊，会有那个软化病，嫩的啊，对，伊无要食。伊徛伫遮，到遐严重，伊就翘起啊。哦，伊嘛有传染嘛。哦，会做脓病。啊，脓病嘛足惊人的，你知无？伊遐行来行去，行到遐伊个皮真薄时，伊就破去就创到遐牛仔药，啊，别人食着同款。还有佫一个真高温，伤热湿度，佫足湿的，伊就会变僵病。哦，啊，那伊款的僵病是规个拢定去哦，定去了，定，对，定去了，硬了，啊，伊僵病那个僵蚕，它是中药，也比牛仔裤较好个，比牛仔裤较好对，但是你遐有菌在那边，后期你要饲你就惨嘛。对啊，对吧？对啊，所以大家嘛唔敢。对啊，较好嘅你嘛唔敢讲可以生这个病。对吧？除非你没有办法预防，对吧？呀，安尼头家我去请教，就讲毕竟就是讲，因为迄菌的问题，就是讲咱目睭看无啊。呀，恁饲牛啊时阵，你有啥物款的方式会当预防无？你试过？所有的物件，你就洗甲清去，像阮拢配啊溪啊去泡水忙啊，啊泡几啊工甲洗，洗倒来，还有你的牛仔是，你一定爱洗甲清洗，清洗，啊个你的牛仔伫遐饲，差不多，你爱压一款的石灰，压石灰，对，石灰嘛。除湿啊，嘛是太滚了，还有就是那个体系除湿，伊有几啊种的，红地啦，对。呀，安尼我要来请教头家就是讲吼，像我摕这当然这就是咱讲的这牛仔丝啊，因过我细汉迄个饲迄蚕宝宝，我看阮同学伊饲有成功，落尾哦，伊就是有结一迄个牛仔裤，牛仔裤，啊，其实咱今仔现场嘛，找来就是迄牛仔裤，这牛仔裤就是讲这是安怎做的？我看到迄个资料有的是讲，敢若用鸡啊，一只啊，一只放在内面，啊，互伊结做一个牛仔裤咁安尼。后来甲安尼，后来才安尼。上早阮知影，迄阵阮就无啊，稻草有无？你要甲绑个一百，还有桂竹啊，桂竹啊，竹丝有无？你要绑个较长，伊有芳嘛，有芳，你就遐牛啊要不无要食药啊，你就等下，到迄阵饲了嘛，比这阵艰苦更解足多哦。就艰苦诶，慢啊，你慢啊，遐苦啊，你就一粒就去比，你知道？即马无啊，即马你就安尼，安尼差不多有百外只一袋，130，130，伊就是含主持人头讲安尼，个安尼，伊就一家，对无？你还佫有鸡啊？像这款的来讲，这是鸡啊！你啊，抓遐，互伊吐，你就扣伫遐，两边，两边扣遐，你就安尼，这边有迄款的，你面顶创狗啊，你遮有一刹那那个铁啊出来，你就吊伫遐，伊家己会去找。
吼，家己去找所在。因为牛啊，你要透析，你一定要先放油啊。哦，一世人都放一摆尔，放一摆。你的油含晒，哦，晒是逐工一工都要放偌济摆。对。哦，你的油一世人都要放一摆。所以放一阵做白面的，啊就较辛苦啊。哦，你要顺啊，有翘起来你要掠走，翘起来要掠走，啊走起来要掠倒转来，也轮面，也是你吐一工外吐结苦啊，无吐袂落啊，受罪你要掠走安尼尔。剩的拢去家己落去，会入去啦。对啊。咱拢知影讲，通常结做一款苦甲了后啊，因为咱要家改良嘛，吼，就是讲要互咱落尾讲就是牛仔丝生产时阵会当搁较顺利，落尾改良做平面的这款方式。因为头家亲像你今仔摘来这块平面的吼，这电框框我拄也忘掉就是电框框。为什么伊会结做这平面？这是恁是安怎去家己带伊去改结做平面这款方式？这样啊，这样的工夫啊，吼，阮就用。那铁丝网铁网啊，那必要是茶啦，啊，你啊定点要个反的吼，啊定点你就甲吊起来，吊起来，规个拢白。阮一摊就6块，就是安尼，你，但是阮第一摆做白面的，主持人，阮偌久无困你知？3工。哦，你那是知影阮3工？我乱摇的啦。真正阮3工，2暝拢无困到7分钟。真的哦。都顾袂调啊，那伊就唔知啦，是安怎呢？就是头先讲，你的药也袂放，伊爱个1工1暝的时间，伊的药才会放会完，放会完。反正你掠倒去，伊就是一定爱出来啊嘛。伊无时间通走。哦，爱要放药的时阵，伊个爱找伊款的来，那么结苦啊。哦，伊就跑走。哦，所以迄阵吼。后来，阮迄阵阮乡个个30几户才去嘛。哦，大概座谈会的时阵讲，主持人你个要做白面的无？啊，足侪人都讲做啥物白面？啊，牛啊未死，咱就死啊！是吧？你真正你会忝死啊，无骗，真正的。安尼我头家我想要一个请教，就是讲其实你做平面的啊，就是讲甲这牛啊全部拢掠来吼，因为吐丝嘛。总是讲你一地要做起来，就是讲这个牛啊是当这吐丝，有一个问题吼，讲你要安尼去控制讲这牛啊也当做伙共一个时间。好比讲要吐丝之前，大家拢爱做放料吼，拢放好清气了，再开始吐丝。你要安尼甲因控制讲这阵吼，过了慢才做会吐丝啊。这也就是你开始，你遗传出来的时阵，你开始你就爱控制到，比如讲牛啊，你足杂的，你的药啊有个同款吃哪济。它一定食无够，食无够的时阵，哦，你食受饱，还佫有点心通食，你连食饭都无当食，哦，你就得袂着啊。哦，所以讲你饲的方式，你要上注意，对无？佫为时啊，头早我讲爱抓，伊困的时阵，阮就爱抓伊款的石灰嘛，石灰你先气床的无当食，后壁。气床的当时食，安尼伊就我就控制到，上济差不多每8工，规个拢爱吐，就是安尼去甲伊控制。就是控制，其实就是讲伫伊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甲伊控制。对，开始你就爱控制，对。安尼我想要请教头家就是讲，我是一个消费者，我当然就是讲吼，买到这牛仔丝，我希望买到真正这牛仔丝。你会通教咱一个较简单的分辨的方式，就是讲，我这买这确定是牛仔丝，除了就是讲，你看，扭袂脱以外。这不是电视购物啦，不是讲即摆叫哇咧做广告啊，但是讲除了就是这扭袂断以外，我总无可能去甲讲来小姐你卖面皮，我要甲你拍
拍开酒看卖，但是总是我要安怎分辨讲，我这买单是真正。哦，一般来讲吼，你像阮较专业的人，摸到大约的就知影。摸到。啊，过来呢？摸袂出来。当然，啊，你摸袂出来。啊个吼，你俩吼，我一个，吼，你有按，你就光做啊。你啊阿布啊，安尼有袂长啊。啊对呢，有光。啊，有光。哈，对不？老师哈，对哈，这就是特殊的光泽。对，好，那是这样。但是我一般是会用赖打烧，啊点一个，点一个哈，伊袂自然，伊袂烧，伊袂一直袂直直烧过来，吼，你点一个有烧到，伊敢会样，吼，你阿布阿打的物件伊嘛袂到，吼，第一就袂到，啊过来你烧过的时阵，也有烧过，它伊会乌的嘛，吼，但是伊的烟是纯白的。哦，伊是白烟，不会没欧烟，白乌烟，没欧烟，啊，因为它这个是那个自然的东西，是属盐的嘛，啊，那个你去摸，伊袂甲你疼，不然怕会去，然后你就摸，你就收起，啊，伊袂黏你的手，伊含啥物共款的，每一人拢有头毛。对不？头毛，哦，对，头毛烧掉嘛安尼啊，对，因为就抽起，对，抽起，啊，伊袂稍微大一点，对不？好袂，安尼清楚，安尼真清楚吼，所以这观众朋友你若袂知影讲吼，这个牛蛙丝敢是真正的，你就是家扭一角，啊，搁你头毛撮去啊吼，点火来烧做一个比较，就知影讲这是真也是假。不过讲到这个牛蛙这个产业伫台湾是安怎发展？为什么有一个高峰了后，落尾搁进行变做一个真衰微一款状态咧？来先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来讲。伫咧真久以前，住伫台湾岛顶面的人，就知影会当饲蚶仔来抽丝，因为台湾的气候温和，是饲蚶仔上好的环境，所以各地拢有农民咧饲蚶仔、抽丝来做衫。尤其伫70年代，是蚶仔丝产业上兴的时期。当时，全台湾有2000多公顷的土地，拢咧种酸仔树、饲蚶仔。阮是民国67年啊，本来伊是也长官甲咱讲哦，这产牛仔裤也卖时你有固定的价，那伊款的介绍，啊，说这款的头路吼会使做啊。阮爸爸阁有7份外地的所在产，啊，后来阁就接受。台湾的蚶仔丝曾经伫咧亚洲是做甲一等一的产业，是安怎即马会为咱的生活当中渐渐啊消失去咧？到80几年迄阵，日本甲咱买了牛仔裤的吼，咱的起价啊，就走北国去买啊，咱也毋知买互啥。所以农业费就把它废掉。伊当阵阮像也几啊千年的历史文化吼，袂使无去，吼，咱就坚持一定要留落来。有真侪共款捌伫台湾正兴的传统产业，拢因为时代变化、时代进步，慢慢啊为咱的生活当中消失去。有啥物传统产业，曾经嘛是台湾的骄傲。即马煞渐渐衰微，甚至互人放袂记咧。一寡衰微的传统产业，敢会有重新搁再大发展的一天咧？我头拄食迄个牛仔丝规丸抹条条，其实会真烧呢。也事实上讲到迄个牛仔的产业伫咱台湾吼起起落落，也要来请教到咱杨老师，就是讲吼，这做牛仔丝的产业，咱总是要爱伊的丝嘛。也台湾当时时阵是上兴的啊。其实吼，台湾的牛仔丝会兴起来吼，跟日本有真大的关系啦吼。
然后伫迄个19世纪，就是18几年迄样阵吼，日本伊就想要发展即个鸟仔丝啦，啊，佮想要甲中国相比安尼啦，啊，可是伊一直输中国，因为你差不多19世纪前吼，末期啦吼，中国的迄个丝的出口吼，差不多占世界53%，啊，日本才占7%，啊，所以日本就想要发展，可是因为伊的条件无好，所以伊伫1895年伊迄个得到台湾了后，伊来台湾就发现讲，台湾是个好所在，发展鸟仔真好，啊，所以伊就推行。制定真侪政策，啊嘛推行真侪个机构吼来做这鸟仔，比如讲伊一来哦，伊就定一个做产的养蚕的迄个传习规程哦，啊过来无偌久哦，伊就伫伊的总督府的迄个农业实验所吼设一个迄个蚕的迄个传习班来教咱台湾人饲牛仔，过来哦，伊吼佮成立这个养蚕所，啊佮蚕商所，哦啊过来伊甲迄个蚕商所甲迄个养蚕所的人哦，拢有规定一寡迄个加级来鼓励这个人。过来伊佮派咱台湾的留学生哦，去日本的迄个京都，产业迄个养殖所吼去遐留学，啊嘛请日本的一寡迄个饲牛仔的技师来台湾教。另外伊个定迄养蚕的迄个奖励办法。另外拄啊迄个主持有讲着讲，你有饲过牛仔着？迄安怎来？你知影？日本伊为着要推行台湾饲牛仔，伊伫公校内底规定小学生拢爱饲牛仔做实习。啊，真的哦！伊就是一直传到少啊，已经几百年，佮影响到咱的小学生。啊，你就知迄拢是日本，伊就是日本伊推行这个政策，所以吼伊的迄个规个饲牛仔的事业就往上冲。所以伊伫无几年了，伊伫大概20世纪初哦，伊的迄个蚕丝的出口量吼，就赢过中国啊，取代中国。啊，台湾当然互伊真大的帮助，因为台湾。咱拄有讲过，台湾最适合饲牛仔嘛，啊，过来因为台湾迄个甲外环境真好，甲外面隔绝，所以伊迄个养蚕迄个蚕种的迄个试验场，伫咱台湾就设做一场的，哦，就伫咱台湾养迄个蚕迄个幼苗，啊，因为安尼，所以伊发展超到1933年的时候就发展到顶峰，顶峰吼，咱迄阵才有6677户的养蚕户6000多户，6000多户。啊，拢总吼，迄个牛仔，即个牛仔丝吼，差不多最高峰的时阵吼有39695只蛋啊，所以量真大，样阵。因为日本甲咱台湾合作了，就赢过中国嘛，占世界的出口。啊，其实就是因为日本伊推行迄个政策了，啊伊就互咱台湾的迄个产业吼，才达到一个高峰。可是当迄个二战了后吼，日本就转去啊嘛。啊，咱的迄样阵呢，咱的牛仔丝大部分拢销日本。啊，因为日本转去了，咱的迄个产业就衰落了。啊，拄有讲过就讲，等到62年的时阵，政府才个鼓励，啊鼓励的时阵才个往上爬。可是等到70年，日本无爱甲咱又衰落了。所以台湾呢，大概产的产业吼，会发展，跟日本有最大的关系啦。失败开始嘛日本啦，失败嘛日本啦。大概是安尼。对。要来请教到咱的头家啊，既然讲规个产业拢已经彻底了后，为什么你会想要讲继续饲、继续做呢？因为咱就是感觉讲，咱牛仔丝，对人的贡献足大。我是足爱用，尤其长辈，你教起来个烧，外地啊，伊是冬暖夏凉，个较轻，个伊个一个过敏的人，你无食100%，伊无法度解释，
还有伊遐是几啊千年的历史。哦，阮就是一个市民。哦，感觉讲咱国家中华民国无遮个产业，真正太可惜了，对无？大概咱人那么爱用，那么爱用这款的产品，你家己无要饲买对来，你互人骗嘛应该，对无？对，对无？咱家己的家己是无法度遐的时阵，是讲你的根爱留伫咱国家，但是即马你若想要复原，阮会使徛出来，要安怎饲，要安怎用，要安怎用，无你要学，你嘛一段时间来学呢，对无？所以讲阮袂咱人莫遐自私，好的物件一定爱有人给他撑，安尼甲要发展，咱有种子嘛，对无？对啊。在这个产业里，你抑个一直咧坚持咧做的时阵吼，你感觉讲足孤单的无？孤单一定会感觉孤单啦，因为好的物件，安尼就拍算啦，对无？所以阮就讲，直直爱留。阮真正阮一个使命足严重，阮家己发誓过的，我真正牛啊饲袂完，阮要死，阮就死只牛啊，是遐面顶，是不是？无安尼，你真正你孤单，头头主持人讲，你真正有够孤单，对无？本来就足侪人饲，后来无法的，剩我一个。伫咱台湾有真侪产业非常重品质，亲像这牛仔丝做了好的牛仔丝呢，这品质好就是上界好的证明。不过这牛仔丝当着这产业规个衰退、规个衰微，也在咱台湾呢，要真侪产业当着同款的问题。不过讲到这个牛仔的产业要安怎家己推广出去，行伫咧咱的新的现代呢？不过咱先休困一下，确定啊继续来讲。其实咱台湾有真侪产业伫咧咱的当今社会当中渐渐伫咧消失，会当请杨老师甲咱举几下例无？其实咱以前拢是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就是足侪拢是手工业啦。手工业拢会拄到这个社会变迁，最主要是机器化的问题嘛。当然有机器化的竞争。除了机器化以外，就讲社会需求嘛无共款啦，还是市场无共款，拢有可能发生。我举一个同介简单的例，就是讲，其实。咱台湾同早一个产业是迄落拍鹿啊，猎鹿。拍鹿啊。拍梅花鹿。400几年前，这个梅花鹿可能是咱台湾同大的产业。嘛有人因为安尼有历史记载讲，有的家族因为拍鹿啊拍甲好赢的啦。因为鹿啊规身躯拢有经济价值嘛，伊的迄落鹿茸啦、鹿皮啦，也是迄个鹿肉，拍做肉干嘛。尤其根据记载，伊一年销去日本的鹿皮，拢超过10万领。10万领。所以非常的大。可是就是安尼，大家拍拼掠鹿啊，掠到咱台湾鹿啊梅花鹿啦，差不多绝种去。为什么呢？安尼，这就是咱安怎讲，竭泽而渔啦。就变做比如这个产业，伊就是安尼无去。资源消耗过度嘛。过来就是其实搁另外一个产业就是讲，咱以前경로樟脑油，咱樟脑油捌是占世界70%的市场。迄样阵只要咱台湾的过年，也是7月半，遐闹丁就要登去休困的时阵登去拜拜的时阵，全世界的樟脑拢会起大价。为什么？因为市场70%的产量伫台湾嘛。咱迄样阵就是对平地甲迄个樟仔树错了，错到内山去，错到樟仔树嘛无去。当然，即摆咱看到樟仔树大部分拢是迄样的残材，无较无好的，就是迄个尾也才做林的。樟仔树嘛无去。比如讲咱的花木，咱的木材的品质大概世界同好的。量嘛真大。
可是咱拍拼错，甲咱祖先留互咱几啊千年的资产哦，拢错了了，无几年就错了了，啊，就这拢是资源，就是咱过度利用资源啦。其实这是最严重的代志。啊，当然咱会使靠社会变迁来讲，比如讲，咱如果讲的拍铁，其实拍铁以前是农业社会嘛，所以每一个城市拢有迄个拍铁一条街，就拍铁啊街啦，吼。像每个所在拢有拍铁啊街。啊，到尾就因为咱的农业的占比愈来愈低，啊，个机器，咱就话拢用机器耕种嘛，啊，所以拍铁当然就少去。啊，可是伊有转型啦，拍铁啊有转型，转型迄种啊，拍手洗啊，啊，可是转型了嘛是有较差啦吼，因为最主要就是迄个产业的结构变啦嘛，哦，啊，过来咱会个讲就是拄啊迄个刺绣，刺绣吼，其实以前因为迄个所有的迄个生命用的物件，啊是迄个南北管迄个戏剧用的物件。啊，是讲甚至西工，像西工迄个西工衫、西工服啦吼，拢是迄个绣针伫做，啊是八仙稻的迄个伊的八仙菜啥，啊当然所以迄样阵台湾的各地拢有绣针，啊可是即摆就是大部分人对这方面的需求无遐大，啊所以这个绣针就较没落，啊可是伊即摆有渐渐伫转型。转型往艺品的方面去发展，对，啊，所以这可能嘛是伊的一个出路啦吼。啊，过来就是咱以前定你讲的迄落福州菜啦，福州菜啦就以前的人拢有生命听，对，可是即摆人大部分无生命听，对啊，会较济，所以福州菜啦嘛是衰落非常快，啊，当然福州菜啦起码还没有看到福州菜啦去转型啦。哦，因为当然福州菜甲绘画有关啦，啊，可是因为伊迄是属于民俗的绘画，啊，所以伊也无走向迄艺术化去发展，所以福州菜啦即摆看起来较危机较重，因为我相信讲台湾即摆以后新闻厅会愈来愈少啦，即摆看起来是安尼，哦，啊，这就是甲福州菜啦，我认为甲福州菜啦伊个衰微有足大的关系。啊，就是讲像咱拄啊记的遐个，就讲因为有社会关系嘛，有资源的关系，啊嘛有市场的关系，就是像市场啊，这个就是受到市场单一化，伊要甲咱买，啊咱销卖出去，啊当然即摆嘛有发生这个代志啊，咱就定面临这个问题，啊这就是可能咱这个产业要去调试啊，啊要安怎调试，这可能还搁再讨论啦。对，因为咱讲到这个产业必须爱转型，真侪拢会碰到这个商业的这困境、产业的这困境吼。要来请教头家，像我手指头啊这吼，这就是牛马口啊吼。安尼头家，我想要跟恁请教一个问题吼，就是讲恁面对到这个产业吼，就是讲啊，恁总是无可能一直咧卖这个牛仔丝的棉被，还是讲这个吼绣品这个物件。啊，恁即摆佫有啥物款的突破无？那就是像这几年你要考，他就改能色，例如可以做很多的 DIY， 产剪花什么东西都可以做，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那个长沙茶，那也是那时候也是改良厂跟我讲，长官一个刘长官跟我讲。说那个牛的陈大便可以喝哦，对，健康食品了，对啊，对，后来我们要把它收起来用把它糖和搭，沙卷，然后过来再做包装，像那个省外有地，一准弯无工课啊，这块一藤导致那个插秧机，它在破产，阮某是因为家是种地，你是讲，也嘛树啊，应该佮嘛，佮也会使做地，可能这嘛，他就家己去插，小雨过啊摆，后来又个直直修，吼。他就做起来，
做起来该让刘长官来，伊就讲啊，你这是啥物地？伊直直问我某讲唔敢甲伊讲，因为我直直问讲，商业草的啦，什么要做？这个也可以做茶。后来还有阮做差不多吃杂包呢，伊就讲叫我去某讲你地工场呀，地啊摕来，地来我甲你摕出去，甲福利社呀，看有人要，无几工有人要了。后来阮就是慢才做去地工场就业厉害。然后底下差，就直做几啊10年，销路拢袂歹，对，然大概拢啉了，拢对身体拢较好的，所以一定现在即马阮们，会使做的，阮就尽量去开发嘛，对啊，你无你无法度生活。咱台湾的产业经过时代，希望伫咧台湾定金拼向世界，就是爱家拍拼转型才有未来。定金台湾，咱的生活会当愈来愈丰富。亲像咱的头家想要拍拼做出伊教育的生态，也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感谢老师，感谢两位老师来，非常感恩。